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今天这个经济观察报他刊登一篇文章，说什麼呢？說股價漲完後，100億算力大單告吹。這是經濟觀察報的報道的，就是說什麼呢？說很多這個企業以前不都發布什麼他接了什麼算力大單嗎？大家記得海南有一家企業吧？對吧？接了算力大單，跟杭州的某企業，結果股價就一頓暴漲。然後後來再一問呢，他說這個40億的算力大單，合同告吹了。你說這叫什麼事啊？經濟觀察報他的報道說這樣的企業很多，不是一家股價漲完之後100億算力大單接連告吹，就是說我以前說的那些什麼算力大單都是一風吹了，沒有了。你說這不就是耍人嗎？這就是咱們的紅綠市場。我們看看這個經濟觀察報它怎麼說的2020年8月 A 股上市公司半年報披露進入高峰期，多家曾公告簽下100億級算力服務合同或者框架協議的跨界企業正面臨監管部門穿透式追問，紙面合同如何兌現為真實的業績。2025年3月初，海南華鐵披露其全資子公司簽署了一份預計合同金額達37億元的算力服務協議。在此前1個月裡，該公司股價上漲了77%。公告發布後的6個工作日，其股價上漲近30%。該公司的股東人數則從2024年末的約4.61萬戶暴漲至2025年中報的22.49萬戶。什麼意思就是已經完成了籌碼收集，所以籌碼一收集它的股東的戶數就會少，只有4.61萬戶，然後再放好消息拉升，再放好消息，把籌碼發出去，對吧？那麼這進來的散戶就多了。2025年中報就有將近23萬散戶，從4萬多到23萬，什麼概念？多少人去站崗？籌碼從集中，對吧？到分散，分散實際上就是已經高位拍發完了主力坐莊的含淚把錢收了，留下這些金融消費者在那苦苦的等着算力大單，等着變現。文章說但在2025年9月30日，海南華鐵披露了子公司終止該算力服務協議的公告。2020年7月28號，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浙江監管局出具行政處罰決定書。26號認定海南華鐵在該算力服務協議中存在重大合同重大進展或變化披露不及時的行為，對該公司及相關責任人合計罰款520萬元。罰520萬元是獎勵呢還是懲罰？這個大家自己心裡有數對主力來說，這掙了多少錢呢？罰520萬繼續玩，對吧？這樣的企業一次就應該讓它關門，對吧？讓它退市就好了。但是這種懲罰機制，那也就是說告訴大家告訴這些做莊這些操縱股價的人，你下次多掙一點交罰款，對不對？交完了接着掙。算力企業人士張磊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算力概念公司披露100億合同不等於實際訂單，也不等於100億收入。有時候投資者會將大額的算力服務合同或者框架協議解讀為大利好，但在算力服務行業，合同金額、合同性質、客戶實名度、預付款比例、設備到位進度、驗收條件和提前終止條款才是判斷履約確定性的關鍵。這就是咱們這紅綠市場的底色，就是拐騙，這還有什麼狡辯的呢？說1000道1萬，是不是一句話就是坑蒙拐騙呢？這是他的本色。一位接近深交所的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框架協議或稱意向性協議是交易雙方就合作事項達成的初步約定，通常僅約定合作原則、範圍等框架性內容，不等於正式合同，也不必然轉化為實際訂單、收入和利潤。其後續簽署正式合同，項目具體落地均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上述接近深交所的人士提示投資者
應關注上市公司後續進展公告，結合合同性質、預付款比例、客戶實名度、設備到位進度、驗收與終止條款等實質性履約條件，審慎評估風險，理性做出投資決策，不宜僅憑框架協議金額對業績和股價做出簡單的外推。反過來要求投資者，那投資者當然了，蠢，對吧？投資者這個貪婪無知，這個確實是一方面，但是為什麼這樣的事情在美西方資本市場就沒有呢？這也是要反問的。為什麼你這邊天天罰，對吧？罰500多萬有什麼用呢？罰完後面不都是這麼幹嗎？對吧？這是根本原因。為什麼禁而不止？罰了後面反而越多。實際上某種程度上罰是一種成本轉嫁，對吧？最終把這成本轉嫁給韭菜就好了。下次割韭菜多割一點。簽了多少，落地多少。經濟觀察報記者統計梳理相關 A 股算力概念公司的公告發現，2025年以來，這些公司密集披露大額算力服務合同或者框架協議，但退檔隨後出現。蓮花控股2020年1月30日披露，關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對公司算力業務相關事項監管工作函的回復公告顯示，2025年度公司曾在簽訂大額銷售合同短期內未執行即終止的情況，終止合同金額5.75億元，占銷售合同總金額的83%。你看看吧，這不就扯淡嗎？這就是公然行騙啊！經濟觀察報記者查詢上述蓮花控股對上交所監管工作函回復公告，這是2020年1月31日披露的啊，說發現向上游看，蓮花控股向設備供應商奧海預付了1.357億元，截至公告日仍有3188.8萬元未追回，已向法院提起訴訟。向另一家設備製造商預付約1.2億元，預付比例達到60%，採購的 GPU 國產 GPU 吧，加速卡，截至公告日尚未交付，跟這兒搞什麼呢？一個生產味精的，对不對？生產味精的搞算力，這是什麼世道啊？蓮花控股並非個例。2026年7月1日，益田智能發布公告稱其全資子公司甘肃易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與上海無問星球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友好協商簽訂算力服務項目合同終止協議。你看雙方原於2024年11月28日簽署總金額約1.13億元，服務期5年的算力服務項目合同，受業務採購方基於算力業務開展情況的客觀變化，原合同及補充協議項下服務履約至2026年6月30日，雙方根據原合同實際履行情況，已產生費用及終止協議約定結清服務費賬款，並由上海無問星球向甘肃易算支付違約金。在無問星球履行完畢全部付款義務，甘肃易算開具對應足額增值稅發票後雙方於2026年7月1日正式終止原合同及補充協議。這玩意還沒整幾天，合同終止。張磊表示他長期跟蹤整個行業，發現各類算力服務合同框架協議最終轉化為待付款交約束的真實落地訂單，整體轉化率不高，相當一部分的框架協議只停留在意向層面，沒有實質採購動作。一名從傳統製造業跨界布局算力業務的企業負責人向經濟觀察報記者坦言，企業跨界初期確實存在借賽道熱度拉動市值的考量。你看今日幹這事你這我以前咱們做節目經常說的吧，你就把自己的破廠房，然後宣布我要搞算力，裡面擺幾台服務器，有法治嗎？这個上市公司竟幹這事這就至少說明他沒有把心思放在正道上。他說，但並非完全概念炒作，企業實際投入資金並組建了專項業務團隊。在他看來，最終相關大額項目落地失敗，主要受制於3重現實阻礙：其一，硬件貨源難以保障，企業計劃通過中間商獲取算力資源，上游供貨資源被頭部客戶搶占，供應鏈渠道中斷；其二，上游硬件價格大幅上漲，打破已簽署的鎖價協議，
供應商明確提出，若維持原合同價格交付將產生虧損，企業最終選擇支付違約金，終止合作。其三，出於合規風險考量，主動收縮業務，擔憂相關業務被認定為題材炒作，因此選擇退出。反正不管怎麼着啊，股價已經漲了一波了，對吧？該減持的減持了，該賺的錢賺了錢，這些金融消費者愛心也獻過了，把它趕緊收手吧，畫個句號吧。經濟觀察報說啊，什麼樣的算力大單才算數？一筆100億級算力服務訂單，在真正的甲方，就是採購算力服務的企業客戶那裡，需要走完怎樣的一套流程？江蘇無錫一家算力企業採購總監陳凱向經濟觀察報記者描述了一筆100億級算力訂單在甲方內部的流程：業務部門提需求，技術部門做選型測試，採購部門招標比價，財務部門做資金預算審批，法務部門審合同條款。這幾個環節任何一個卡住，合同都簽不下來。陳凱給記者列舉了甲方立項時必須鎖定的核心條款，包括 GPU 具體型號與數量清單、月度最低採購量、交付時間表、延期罰則、違約賠付比例等等。陳凱用一句話總結甲方的底線：合同條款的嚴謹程度，本質上決定了這筆交易的確定性。一家頭部算力雲廠商企業人士周明華舉例稱，如果合同的權利義務不對等，本質上不能算是一份有約束力的商業協議，更接近於意向備忘錄，就類似於美國和伊朗簽的，對吧？美伊諒解備忘錄，就這意思。周明華判斷一份算力合同有無約束力，核心看兩件事：第一，客戶是誰，有沒有明確的有真實算力需求的實名客戶；第二，合同有沒有約束力，是否約定了最低採購量、延期罰則和違約賠付比例。他說兩個條件缺一個，這份協議離真金白銀就還有很長的距離。過了客戶關，第二道坎是設備。蓮花控股向設備供應商預付約1.2億人民幣預付比例達到了60%。採購的 GPU 加速卡截至公告日尚未交付。一家國產 GPU 服務器廠商華東區部門主管趙俊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跟該公司長期合作的傳統的數據中心客戶，預付款比例可以談到20%到30%。跨界企業信用等級低，項目不確定性大，到該公司採購 GPU 服務器會被要求50%、60%的預付款，甚至全款，你先把錢交了，再給你 GPU。第三道坎是資金安全，設備遲遲無法交付，大額預付款趴在賬上怎麼辦？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合夥人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審計師在審核跨界算力企業財報的時候連續多期財報顯示大額預付賬款長期掛賬，未見對應設備交付或收入確認，高風險審計信號，就是懷疑你這個錢是被大股東占用了，也就是這個錢從你這公司賬上出去了，應付嘛，付出去了，但是沒有形成收入，也沒有什麼設備回來，都沒有交付，長期的应付掛在人家那兒，那這就懷疑那家公司是不是你大股東的白手套啊？你錢賺到那兒又轉給你大股東，大股東占用了就這麼一個事兒。所以說還屬於高風險審計信號如果超過合同約定交付期限仍未交貨，審計師需要對該筆預付款評點值要计提了，计提壞賬，對吧？先提你5%，第二年還提20%、30%的，你知道吧？他就反正有個規則。當紙面合同遲遲無法兌現，市場的追問不止投資者，監管的利劍也在高懸。這一切都是表面現象，沒有用的就是表面文章。你監管問有什麼用投資者問也更沒用這個東西為什麼美西方資本市場就沒有？獨是你這兒有這麼玩的，而且玩的不亦樂乎，風生水起。你一玩，這個金融消費者他就上當，他就願意。為什麼？為什麼能夠一拍即合？這就是根本原因，对吧？根本的問題
2020年7月28号，浙江证监局出具行政處罰決定書，海南華鐵因重大合同、重大進展或者變化披露不及時，該公司及相關責任人合計被罰520萬元。證券合規律師對經濟觀察報記者分析說，商業秘密豁免制度通常主要適用於客戶全稱、商標等專屬身份信息。所有和交易風險、履約保障直接相關的內容，比如付款比例、交付周期、解約權責、賠付標準、採購鎖量，均不在豁免範圍內。也就是這個，當然了，你簽了合同，不能把它馬上披露為涉及到商業秘密，對不對？商業秘密是什麼？是你的對手的，就是簽合同那個名稱啊，跟誰簽的，這個客戶信息你不能披露，你一披露，別人萬一你的競爭對手也找他去了，對不對？這個是要保密。但是具體裡面有一些內容比如說交付周期、賠付標準，就是雙方如果違約怎麼處理，對吧？然後採購鎖量鎖多少量，基礎量是多少，對吧？付款比例，這些你必須要披露的，你不能以說這麼涉及商業秘密不能披露。所以我最終披露內容就是我簽了一個40億的算力大單，就披露完了。那別的公司說我簽了一個1000億的算力大單，那股價漲10倍之後，他說我這算力大單客戶原因取消了，實在不行讓客戶賠個100萬200萬，對吧？違約了嗎？違約賠200萬，那怕什麼呢？那200萬說不定是，對吧？這個操盤的人給的，人家在那兒把這個金融消費者的捐款拿走了，愛心，對吧？收割了，必須完整公開。他指出，監管的處罰事件已釋放明確信號，商業秘密豁免制度不應成為隱瞞重大履約風險的工具。森倩表示不少算力框架協議存在一個共性現象，上市公司對外披露合同金額達到了幾十億元、上百億元的合作框架，對外釋放業務利好，提振市場預期，但披露環節虛化核心履約條款，部分企業會以商業秘密為由隱去付款節奏、違約賠償、最低採購量這些關鍵約束，只對外公布合作意向，把框架協議包裝成確定性的訂單，這就是故意的了這就是騙，對吧？這就是資本市場操縱股價。他說框架不等於實單，如果缺少付款約束、追責條款，這份合同本質更接近合作意向書，法律約束力較弱，難以構成具有完整的約束力的商業合同。普通投資者很難分辨公告裡的合同究竟是已經落地的業務，還是僅僅停留在意向層面。森倩進一步表示，算力行業資本開支大，設備採購周期長，一旦關鍵履約信息缺失，投資者無法判斷公司要墊付多少資金，訂單會不會中途作廢，極易造成信息不對稱。經濟觀察報記者統計梳理發現，目前已有多家跨界算力業務上市公司收到過交易所的監管工作函或定期報告問詢函。這些函件中反覆追問的核心問題較為一致，就是合同是否具備法律約束力，客戶是否實名，預付款比例和回收風險如何，採購設備進度是否匹配合同履約需求。當下正值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報披露的高峰期，多家曾經簽下100億級算力框架協議的跨界企業，多家面臨定期報告審核中的穿透式問詢。看了之後感覺不錯你看監管多累咱們5300多家上市公司，5500家吧，你说你為什麼說咱們的監管就累呢？監管增加了那麼多人，对不对？各種这個編制都擴張，深交所、上交所那多少老師我都去過那都叫老師，每個老師管5家公司、8家公司，你算算吧。有的公司重點的那就比如說不行的公司，就有一個老師專門盯着。那你說他有多少人呢？5500家上市公司多少個老師盯着的？然後他就看你公告你發了公告，然後他就開始審老師所以說特別累他心累，他審你的所有的公告，你這公告你這披露的你上次披露那個算力大單，你現在到底到哪了？
你還有一個老師盯着你的。所以我說咱們的監管是最累。你看那個美西方那個監管他都沒事啊，那美西方證監會主席是誰都沒人知道，他根本就不出名，知道吧？為啥？他天天閒得蛋疼啊，他沒事幹。為啥呢？你這邊是忙得要死，所以這就是叫制度之問。為什麼一邊對吧？你根本就不忙，而且他你看一點事都沒有。賈老板這麼會玩的，賈會計這麼會玩的，對吧？那個樂視股份、樂視網，那以前是創業板的標杆啊，白馬股啊，对吧？那個什麼樂視生態化繁，是吧？那都是賈會計那隨手啊信手拈來，那概念那都是隨便那個就搞個概念，只要搞個概念，那馬上股價就哐啷哐啷漲一陣。這麼有能耐，他怎麼去了這個美的那兒，他咋就不行了呢？美的他也搞了個上市公司啊，叫什麼法拉利未来，是吧？咋就我老说对不对？是龙的盘着，是虎的卧着，那为啥他不在那兒整呢？而且那兒沒人盯着，对不對？那美國的這個證監會的他沒什麼人呢，沒人盯他啊。那為什麼我們這你看這個監管這麼累，是吧？真的仔細的盯着你哪家啊發過這樣的公告啊？完了這個發半年報的時候他又盯着你，咋半年報裡沒披露這事啊？你再給說說，監管行啊一個接一個三連問，對吧？打破砂鍋問到底。你看你說他多累吧？這種監管成本也高啊，關鍵效果呢沒有效果，是吧？你這麼管，人家不照樣什麼手段都是用嗎？我覺得根本問題在哪兒啊？他就沒有做空機制，就是沒有啄木鳥。本來你肯定有人會做壞事啊，有人做壞事沒有關係啊，有別人盯着他，有人就專門盯這個做壞事的，通過做壞事賺錢，就是做空機構，類似於啄木鳥。你得允許這樣的人存在，那你說什麼海南華鐵，什麼蓮花控股，你要簽一個啊，你公告啊，你說我簽了個100億的算力大單，那不好意思啊，人家不相信，人家就會查，查完這個人家做空你，對不對？你股價敢漲嗎？漲我就做空你，完了之後不僅做空我還舉報你，這樣的機構他在這兒不允許它存在，所以那你就監管部門自己累吧。你受累你還解決不了，對吧？本來監管是看着，对吧？我只出規則，然後我當裁判而已，剩下你說好，對吧？你說好，你說你簽了大單，有別人來說你不好，你這大單是假的，對吧？你們倆打起來告到我這兒，我當裁判，對不對？我只是審，誰說了假話我就把誰罰的傾家蕩產，這樣誰也不敢亂來，互相盯着，互相制約，對吧？本來這是一種平衡，但是他不允許，然後他變成裁判員也要當運動員，所以他累啊，所以他加多少人都不行啊，對吧？所以他怎麼罰，你看都是獎勵啊，這個市場他搞不好啊，你就說這兩句市場不好，他給你發口罩，你就看看賈會計為什麼到了美西方那個日益腐朽沒落的資本市場，他老老實實的呢，啊，讓他你讓他耍他都不敢，因為人家好多眼睛盯着他，對不對？你這個人劣跡斑斑，你這人說的每句話都有可能是假的，所以你這樣一說，人家馬上就開始查他了，有沒有撒謊，有沒有違反這個美國的這個相關法律制度，馬上就給你做空，馬上就舉報你，傾家蕩產。所以他是龍的盤着，是虎的臥着，那咱們這怎麼可能呢？對吧？咱們這所以說你对吧？你罰酒3杯，罰你500萬，罰500萬算什麼？這個金融消費者，對吧？愛心捐助那得多少億的，對不對？實際上啄木鳥幹的一些事情，監管那去幹了，那監管的不累嗎？監管得過來呢？再說了啊，還多少有點養虎為患的意思，對吧？你這些人去割韭菜，割完韭菜再上交，對吧？3期分成嘛，反正韭菜也割不完，对吧？這韭菜的愛心泛濫太多了，你不割他，你要不割他被別人割走了，是吧？被割到緬甸柬埔寨去了，國有資產流失。所以咱們自己先割一波再說，你要讓境外勢力給他割了，那不是國有資產流失嗎？對吧？咱們自己提前收割也沒毛病啊。所以說你要這麼一想，也合理啊，有一定的合理性。你比如說那個宇樹科技，對不對？這個宇樹科技上市，它上市之前就有很多媒體啊質疑割韭菜，估值太高。8月10號啊，中國新聞週刊
就發表一篇報道，叫“中1000賺39萬”。最刺耳的提問出現了。我記得當時還有一個叫重慶解放日報的，解放日報啊，看那篇文章更那個，就直接啊說出是在制造泡沫，大概这意思。這個重慶叫解放日報評論 IPO 資本泡沫。結果這文章剛發出來啊，我還正準備拿着文章做個節目呢，結果垃圾。你想解放日報啊，那是喉舌對不对？都給它刪掉了，文章下架，不讓他說。你說能量有多大嘛？你說到底誰在操控這個？8月19號，儒樹科技上市，以1100元每股開盤，然後開盤就是最高峰，現在對吧？跌到600多，就這麼割韭菜啊？這個梁文峰啊，這些人實際上都被人利用了，他自己到底能得到什麼好處不太清楚啊。你想吧，他要鎖定3年呢，3年以後多少錢？一地雞毛。但是1100塊錢走的那些人，是不是賺得盆滿缽滿？多少倍呀，對吧？150塊錢進去的，你就知道啊，上市的人有很多人會突擊入股的，都是各種關係進去了。你不給還不行，不給你上不了市，对不对？你給了你才能上市，你給了你才能叫什麼？開綠燈呢，給你彎道超車啊，是吧？也給你叫特批啊。那到底誰有這個能力呢？對不對？這錢進去了，150進的，就蹲了幾天是吧？頂多1-2個月。8月19號一上市，馬上賺6倍，你說這，對吧？這種錢你說賺的，但是儒樹科技他可賺不到這錢啊！他3年以後他是叫什麼？限售期36個月，所以雖然啊這個90後首富，但是他笑不起來，這個首富可不好當啊！看一看這個首富許老闆，首富王老闆，對吧？你看看這些首富吧。首富不好當，還有那個首富的吧，布鞋首富。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